国民健康署公布一份调查指出，讲有26.9%业者未婚拢无会看证件，将近4成的槟榔摊嘛拢无会看证件。另外嘛发现讲，只有8成5个人知影讲，着爱先看证件来确定讲消费者甘愿20岁才会当来卖烟熏。所以，小机会是呼吁讲，着爱加强宣导来辅导业者。 测试人员请高中生制服去到槟榔摊买烟，看店家敢有主动查证年纪才卖。国检署和消基会合作去到全国22县市的便利商店、大卖场、槟榔摊，计共854间的店家，调查店家敢有违法卖烟，互无满20岁的人。1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，有26.9%的业者无查证件就直接卖，其中槟榔摊的比例上悬，占38.6%。那槟榔摊大部分都是个人的营业啦，那可能在法专的这一块是确实比较落后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像一些，比方说连锁超商，它有法务部门等等，它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教育宣导辅导哦。那相关的法令的一些规范，他们也可能没有与时俱进，所以可能这个原因导致槟榔摊一直到现在，其实我们这几年来调查都是最高的。消基会表示，112年禁止买烟的年龄限制对18岁提悬到20岁，要是有真侪人唔知。调查结果也显示，知影目前法规的人占85%。国检署表示讲，这代表不管是一般店家，或者是连锁的超市大卖场，拢爱加强教育训练。对于新进员工的教育训练可以再度的提高，因为现在是85%哦，所以我们希望100%的人都知道不能贩烟给未满20岁哈。那最重要是要告知现在法令的要求。 若是违反烟害防治法卖烟互无满20岁的人，上当会罚25万。国检署指出，因为一般店头、槟榔摊可能较少了解上新的法规，目前已经把违规卖烟的业者名单交予地方政府的卫生局，请因加强稽查宣导。国检署也表示，希望伫第一线的业者同齐把关，斗阵守护青少年的健康。记者张家嘅林秀凯台北报道。